各位香港老友記，今日我哋換個角度，從政府政策層面同大家講清楚，點解廣州醫保俾到香港長者549蚊一年，卻有幾十萬保障。首先，呢個唔係優惠，唔係福利，係國家同大灣區嘅統一政策。國家明確規定，持有港澳居民居住證嘅港澳台居民可以參加廣州城鄉居民醫保，同內地居民一視同仁，享受一樣嘅繳費、一樣嘅補貼、一樣嘅待遇。好多人問549蚊一年點解可以保到住院、慢病、大病？我同大家算一筆政府補貼帳，2026年你個人只需要交549蚊，但係廣州市政府會為你補貼820蚊，總費用1369蚊，你只出4成，政府出6成。政府係真金白銀貼錢幫大家減輕醫療負擔。政府點解要咁做？第一，大灣區民生融合，廣州同香港一河之隔，越來越多長者嚟內地養老睇病，政府要保障大家喺內地嘅醫療需求，解決後顧之憂。第二，全民醫保應保盡保，廣州醫保無年齡上限，70、80、90歲都可以參保，無論係長者、慢病患者都可以享受公平嘅醫療保障。第三，解決香港醫療痛點，香港公立排隊久，私立貴，內地醫療資源充足，醫保兜底。政府通過呢個政策幫大家慳錢，睇病更方便。再同大家講下保障，社區醫院住院最高報85%，三甲醫院住院報60%，負70%。30種慢病一年最高報33.9萬，自費超1.8萬，大病保險再報最多45萬。呢啲都係根據廣州醫保官方公開政策整理，有政府背書，正規靠譜，符合政策要求的保障。如果你或者屋企人想了解點樣辦理，我哋係專為港澳居民服務嘅正規公司，辦公室喺羅湖口岸、國貿地鐵 A 出口、深圳嘉里中心，歡迎隨時上門諮詢，服務辦妥，先收費，放心安心。